好，咁啊，見到大家都有啲分享啦，咁咧就想講下啊，耶穌被審判嗰陣時咧，咁都係以口定罪啫喎，係咪？即係話佢係話過自己係神嘅兒子啊，啊，又話過啊，即係佢咩三天即係聖殿被毀3天就可以重建啊咁樣啊，咁所以咧喺呢一點嚟講咧，我哋嘅口舌咧。係咪就係可以定罪，或者係可以唔好講三安八做先啦嚇，而係我哋冇講過嘅説話，咁係咪就可以成為一種嘅辯論方式呢？咁樣，咁呢個係非常之危險嘅，我哋犯緊嗰個法利文斯所做嘅嘢嚇。咁另外一樣嘢就係關於世間嘅法律同埋神嘅法律啊。咁喺當時嚟講，咁定耶穌嘅罪，咁就係用猶太教，就用神嘅法律去定啦，係嘛？叫做啦，佢褻瀆上帝咁樣係嘛？話上帝有一個兒子，即係你同上帝係同個 level 咁樣類似嚇。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佢當時咧嗰個神嘅律法當中咧，被羅馬政權就奪咗，就唔可以猶太教係唔可以定死罪。咁所以司提反嗰度咧，其實佢哋係點講啊？佢係濫用私刑嘅。如果用羅馬法追究起上嚟咧，成個猶太教都可以剷起嘅。咁但係之後先剷起啦嚇，公元70年先啦。咁嗰啲未到時間啦嚇。咁所以咧，其實當時嘅人點解要剷走司提反咧？原因就係即係唔係話佢即係煮嘢食啊？原因就係話即係佢一味喺度見證上帝啦即係破壞咗當時嘅猶太人嗰個對於上帝嘅律法嘅審判啦，係咪？咁所以佢定罪，佢同耶穌一樣咁冤枉喎。佢定咩罪咧？係咪佢犯咗咩世間嘅法律咧？連上帝嘅法律佢又犯咗啲咩咧？係嘛？上帝嘅法律佢咪就係用咗上帝係唯一，唔會有神嘅兒子，而所有嘅人如果信佢嘅都係異端，都係邪教。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咧就係話當我哋冇説過嘅嘢，又或者我哋説過嘅嘢係唔係就係可以定罪咧？嗱，按世間法嘅標準，我哋知道同上帝嘅法律係低一級噶嘛，係咪？上帝嘅法律永遠都最高標準啦。但係低一級嘅都尚且要人證物證。如果按照當時嘅猶太人嘅即係判死罪咁嚴重嘅事件佢需要咧係要有人眼目見證，並且唔係一個人、兩個人。即係換言之，有一個人揸住把刀去追殺一個人嘅時候，去到一個暗角睇唔到嘅地方，咁跟住得返一個人出嚟，而另外一個人喺入邊死咗，都唔可以定呢個人係殺人罪。大家明唔明白？因為冇兩個人親眼見證。喺當時嘅環境係咁樣啊，冇嘛 DNA 啦，唔使諗啦嚇 DNA 呢啲咪係近代嘢，嗰時冇嘅。咁所以因此嚟講咧，一個拉比法庭係定到一個人死罪，都要交俾羅馬去處置。另外一樣嘢就係當一個咁樣嘅法庭，如果定到死罪咧，係需要嗰個犯人，即係我良心悔改，又或者我覺得嗰個人該殺，我寧願自己死，都要必須對方死。佢承認自己殺咗咁跟住咧，而且有嗰個物證啦，咪叫做係咪？即係有人死啦嘛，有物證，有自己承認，咁先可以咧係定佢為死罪。如果佢死雞撐飯蓋，覺得嗰人該死，而我不該死嘅話，調翻轉咁講咯喎，咁我唔承認。又或者係當中真係有事故，嗱嗰個人拿住刀追我，但我唔覺意，我喺暗角當中我捅死咗佢。係嘛？咁呢啲咧就係當時有一啲叫咩逃避性啦，係咪可以處理啊？咁但係問題咧就係講緊，如果係真係謀殺嘅話咧，如果呢個兇手
佢唔認嘅話咧，你都判唔到。如果冇兩個人見證，亦都係嗰個犯人唔去叫做自認嘅話咧，都係判唔到佢死刑嘅。而喺當時嚟講咧，有希羅嘅法律係可以請辯護律師嘅，當時已經有啦。咁但係問題咧，喺猶太教當中咧，就唔俾呢樣嘢發生嘅，因為佢覺得辯護律師咧，只係將所有嘅證件咧，即係梗係維護嗰個辯護人噶嘛，即係好似現今嘅法庭維護個辯護人噶嘛，咁所以就會歪曲事實嘅，咁所以咧就唔容許呢樣嘢嘅。所以如果你講大話如果你係做咗呢啲嘅事情啦就算即係佢哋嘅認為，就算拉比法庭定唔到你死罪，上帝嘅公義咧一會賜你死。所以喺呢個公平嘅情況底下咧，一個拉比法庭咧係唔會咁隨便咧定一個人死罪。嗱，講死罪先啦。所以因此嚟講，如果定到一個人死罪，呢個法庭咧係整個猶太教咧好轟動，甚至乎呢個法庭咧被稱為咧殺戮嘅法庭，即係曾經係定過案有人殺過人，咁跟住呢個兇手又認罪，咁跟住被裁決死刑咁樣。咁當然死刑亦都有唔同階級嘅，咁喺佢哋唔同階級當中嘅司提反個級咧就係異端嘅階級，用石頭掉死，即係唔係一下就死嘅，係眾人係咁瘋狂咁掉石頭俾佢等佢流血損傷，然之後再有一個見證人咧咁跟住咧攞巨大嘅石頭咧，咁通常都挖咗個坑先嘅，咁佢企咗個坑，咁掉到佢遍體鱗傷，咁然之後咧就一個大石頭處理結束生命。咁而第一個石頭咧就耶穌所講啦，嗰個咩即係所謂淫婦嗰個啦，咁就邊個見證嘅？咁通常都唔係一個，要兩個啦，咁就掉個石頭咁所以咧喺呢啲事情，我哋要諗一樣嘢，喺世間法咧都尚且要有人證物證去處理更何況上帝嘅眼目係咪？咁所以如果別人冇説過嘅話咧，千祈我哋唔好做一個咩作假見證，生安白做。如果佢有説過嘅話咧，可以引用就唔好思想上高認為佢你唔係作 A 嘅，你就可能係 B， 有可能係 C 嘅咧，係咪？所以咧，我哋就算地順律法都講唔通，更何況咧神嘅律法。所以因此嚟講咧，唔係為咗辯護某一個人而係喺任何嘅討論嘅區域任何嘅所謂咩斷章取義或者論斷都係呢個問題發生先嘅，就係話人冇講過嘅説話，即係佢唔支持嗰樣嘢，唔代表反對嘅，你明唔明我意思？又或者佢認為咁樣唔啱，又或者係佢用一個婉轉嘅態度，無論任何人，只要嗰間説話唔係佢講嘅，就唔好標籤咗咁你即係咁嘅意思啦咁樣。呢個咧正正係法利文士法利賽人同文士做過嘅一個行為，所以我哋就唔好學啦